俩配合的真默契，奖励一个香吻。还奖励个香吻。那我问你，天乐，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回去一趟，你带依恋回家吧。公司有事儿？不是说好了今天带他玩吗？要不别去了，我给少宇打一电话。别，是我之前请假，所以文案出了点事情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啊？依恋，要听天乐的话，不许乱跑，不许吃路边摊，知道了吗？不许吃海鲜。好的，真乖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行，路上慢点啊。得，就剩咱俩了，上不去哪儿啊？我们去那边拍照吧。啊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联合我来对付谭少宇？你可是在他的公司工作，你就不怕被发现，把你炒鱿鱼了吗？我自有我的理由，我不会联合谭少宇给你下套的。这里面是货真价实的有关于新华公司的设计图纸。我想，你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公司的水晶大厦在这边建起来吧。我还是不能拿这个东西，除非你告诉我你真正的动机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跟谭少宇有一些私人恩怨。我恨他，所以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毁灭。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针对谭少宇，不会害你们林家的。这么说，你嫁到我们家也是为了对付谭少宇是吧？我只是想尽你们的力量来报我的仇，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坐享其成，拿到这一笔生意，何乐不为呢？我想，你也不会深究的吧？他真这么说的是吧？好，我会尽快兑现我的承诺。哎，天乐，在哪儿啊？啊。没事，那你陪他玩吧。我本来想你没事的话，约着见个面，随便聊聊。好，改天约。天乐，咱去哪玩啊？去哪儿玩啊？你定，公园、商场、大象馆，还是咱去玩具店？都太没创意了，不好玩。天乐，你再想想别的吧。哎呦，那去哪儿啊？你妈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准在公共场合直视漂亮的女孩子吗？这样不礼貌的。你个没大没小的，来坐那儿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要是以后我让你改口管我叫姐夫，你觉得习惯吗？我还是更
票吧。天乐，我想吃甜筒，你跟我去买。吃甜筒啊？哎呦，这附近好像还真没有卖的。那走吧，你想吃我带你去，走。你帮我去买，我走累了。行，你个懒丫头，那我去给你买一个，等我啊，别乱跑啊。啊，快去快回。好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啊。美女，依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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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刚才看见那儿有一小孩了吗？洗头帘的，没看见是吧？谢谢啊。依莲，拼图，这是咱俩上次拼的吗？对呀，记性真好啊！上次咱俩的拼图，你有没有偷偷拼啊？你这个小靓女不在，我没敢拼。早说了，我的地位啊还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你的地位特别重要。我们上回拼到哪儿了？嘴巴找到了。对，嘴巴找到了，然后再找哪儿？再找鼻子。你那么聪明啊，那么聪明啊！鼻子去哪儿了？鼻子去哪儿？咱们找。汪东需要几点过来接你？5点半来接我吧。你怎么这回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是临时决定飞回来的，公司上市的事儿，需要回国内签几份文件。来，邵宇，把这几份文件签了。哎，你怎么还玩这个？哦，不是我，有个小朋友在这儿。哎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邵宇帅哥的好朋友，他带我到家里来玩一下。跟小大人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依恋。孩子真好玩。是啊，特别可爱。签好了。对了，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在飞机上随便吃了点儿。阿姨，你吃这个吧。啊，这孩子真可爱。谢谢你，阿姨不吃啊。来，少宇，去帮我收份邮件。去书房吧。啊，找鼻子。刚才没来得及问你，这小姑娘哪儿来的？啊，天乐朋友的孩子，天乐有事儿，临时托我照顾一下。这孩子倒的确挺贴心的，
招人疼。早知道当年要生个女儿就好了，知冷知热的，哪像你，越大话越少。你要站那儿不动啊，都快成化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平时连花都懒得浇水的人，怎么突然有耐心带孩子了？等天乐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啊。以后啊，少跟他来往。怎么了？你听妈的话就行，妈自有妈的理由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什么时候再回来？等公司上市的事儿定了办。给会长电话。一路平安。拜拜。拜拜。这玩意儿是不是？试试。好了，干嘛？机长啊，机长来。你过来，又干嘛？你过来嘛。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奖励一个香吻。还奖励个香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跟哥哥玩啊？喜欢，但是啊，你别告诉天乐，他心可小了，就那么一丢丢丢丢丢丢。不告诉他啊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吧。那依恋，你没来上海之前跟姐姐是在湖南哪儿生活呀？长沙。哦，哥哥没去过长沙，所以想问你长沙哪儿好玩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那不问这个了。那你喜不喜欢哥哥这儿啊？我喜欢你，但是不喜欢这儿，这儿太空了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天乐多？天乐呢，和你不一样。天乐每天都能很开心，有很多办法能让我高兴，而你呢，好像总是有心事。不过我也是很喜欢你的。这样来说吧，天乐是我的死党，而我和你之间呢，应该算忘年交吧。算什么？忘年交。真逗，过来。我就是去给他买了个